我係習慣咗一個人去旅行。今次目的地係蘇州，我都唔知自己習唔習慣到。今次係8個人一齊去旅行。件衫實在喜歡啊！哇！第一站烏鎮蘇州。去到烏鎮，有冇聽過？有呢個味道呢仲啱。烏鎮啤酒，就一定食呢個啊！幾特別喎，可以。香港喺蘇州，蘇州。好的，因為我哋高點可以啊，手抓緊真的很多人把說我們都需要來蘇州嘅烏鎮，啱啱出嚟船，一落咗嚟。今日雖然行一但都好多人。歡迎大家，歡迎大家呢邊啊，好多人㗎，唔好走失啦。呢有個傻嘅喎，係學我喎，攞埋我支旗啊！團友竟然問我有冇興趣反串，當然有啦。好耐冇俾人化妝啦，佢仲幫我化咗個妝，我好喜歡個妝啊！在船上拍攝。我竟然覺得個男裝呢化得好好，好鍾意。太湖啊！初頭以為好多人，但其實嚟啊！有起一首歌《太湖美》，有首歌叫做《太湖美》。太湖真係好靚，係一條河嚟嘅，中國3大河。哦，唉，一齊玩呢陣時先開心。包啊！真係好特別喎，講真。得住嘛？好特別嘅一餐。呢個就係唔食呢東包肉，但係見到佢哋個個話好味，我都有試下。下船以后可以随时再上船。对，但是现在回头了，不回头，我跟你说，它会绕一圈。对呀，我要抱老婆去了。哎，出来旅游。
唔夠佢對住部機對過一次㗎，好耐之前㗎。你換個新機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。团友借航拍给我玩。